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7月7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安。先来看有国内厂商甲美超微买有装 NVIDIA 高阶晶片 AI 系统，搁在北内改漂头无老实申报，先驶去北国，再搁卖去中国。检方是第二届出动去抄3间的科技公司，约谈6个人，3个人声押禁见。执法机关突袭发动大规模的搜索，美超微伫台湾的分公司和2间上柜公司千分科技和时丰电信，拢伫第一调查的范围，检方深入追查。刘姓、王姓及陈姓等3名国人，以不实文件资料申报出口高阶 AI 伺服器至中港澳地区案，经溯源侦查，发现国内科技大厂不肖员工勾串从事高阶伺服器出口。专案小组发现讲，有国内厂商无得管美国的出口管制措施，用美超微采购搭载回答高阶晶片的 AI 伺服器，涉嫌用改标虚报货品这方式，以不实的文件申报出口，疑似先用第三地做跳帮，再个非法销去中港澳地区。这伫5月底发动第一波行动，已经有3个人红羁押禁见。这么专案扩大，检方进行第2波的搜索，29个约谈6个人到案，先后声押禁见3个人，羁押定伫30下晡5点开。就王姓男子等6人住居所及所属3家公司，总计12个点执行搜索。经本署漏夜侦讯后，认被告王姓男子等3人涉犯伪造文书、背信罪嫌，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及串密证之余，原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涉案的2间上柜公司是少年所发出通信，表示配合检调单位的调查，对公司的财务业务无重大影响。尤其中华电信的子公司时丰电信是发声明回应讲，公司的服务项目是捌涉及任何不法的部分，嘛和客户的行为无关系。上时嘛主动启动在外部的调查机制。根据皮博社的报道，美超微嘛表示讲，公司等和台湾的执法和政府机关密切来合作，会全力配合调查。他们的晶片跟 NVIDIA 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有拉近当中。但是如果说从整个成本效益来讲，其实目前选择辉达的机柜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专家分析，和使用中国家己做的晶片比起来，辉达的 AI 算力效能同款是有明显的优势，整体成本嘛相对较低，而且伫晶片领域来发展，更较会当产生作业。这和中国市场是用尽各种手段想办法要交易摕到。记者综合报道。在8个美国学校，一个美国老师涉嫌甲朋友用6万外块去买到毒品盒仔，对澳洲要走私来台湾。咱刑事局是接到线报，甲德国合作，伫外口就先将这批毒品甲炸落来挂掉，成功抓到2个人，依照运输毒品罪甲起诉。比赛摕到好成绩，甲学生翕相。这个美国一个老师长期伫台湾教册，伊做人老师，即马出去互查出涉及毒品的犯罪。包装顶悬大菌的大纸，看落哪像是一般的酒，不过其实内底有掺其他名。这款内底有毒品的酒，都是涉案的美国籍老师，甲伫台湾的朋友为同性软体注文买的。小细罐啊500毫升，都要台票6万外块。不过为澳洲走私来台湾进前，咱国警方早就接到德国的通报。在德国境内先行被查扣，那本局接获情之后，与德国商议实施无害性控制下交付。靠台湾甲德国合作，继续搜证甲追查，一个手查到2个人，嘛伫嫌犯大的所在，发现17个捌底其他名的袋仔。这个美国籍的老师互抓起来了后，有承认犯案，讲买毒品是家己要食的。树林地检署顶一日以运输第3级毒品未遂罪罪嫌改起诉。2名被告涉犯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之运输第3级毒品未遂及惩治走私条例之运送走私物品未遂等罪嫌，依法提起公诉。检警调查，这个美国籍的老师用过并无相关的前科，已经摕到台湾永久居留证。互抓到的时阵，伊伫台北的美国学校教册，目前要持续互羁押禁见。不过，结果进前也无得到学校的回应。外国人士伫台湾犯法的情形已经毋是头一届。英国某有白西高一个查甫人，原底来台湾教册，后来解毒种大麻，嘛有的是甲毒品藏伫托运行李内底来台湾。尤其即届是药台其他名，伫德国无算是毒品，敢若是管制药品。若是无德国斗通报，要追查的困难就大大增加。刑事局表示，平常时拢有请德国警方协助，嘛会注意通报。各国对不同的一些药品，有些它是管制的，有些它是可以合法使用的，所以其实每一次这种相关案件的破获，都是依赖双方之间的情资的合作。咱国内列管的毒品，有的伫外国并无列伫管制，
都惊有卖毒的集团弄这个空棚。学者表示，要阻挡毒品流入来台湾，就要持续强化甲各国的政治交换，也有合作。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高雄关务署正前咧查验货品的时阵，发现一台对德国进口的婴仔车要采用毒品壳啊，抓到3个越南的失踪移工，同款是依照运输毒品罪甲起诉。业务人员为车顶架底组装式尼泊车的纸箱啊搬落来，互抵安全部的负责人签收。不过，这台为德国寄来台湾，看起来真正常的尼泊车，说是运毒集团的运毒工具。因为他们是先照 X 光之后发现的，然后他通知我们过去这样。戴安全帽的那个是主嫌，那个是收货人员，他们都是一起的。关务署人员将纸箱拆开，为尼泊车的贩手提出第3级毒品K他命，拢总1640公克，市值200多万。通报检警后，又搁将尼泊车装倒去箱内，由警方追查，找到伫高雄屋内姓武的嫌犯、姓丁甲姓德的翁仔某。3个越南籍失联移工组成的运毒集团。领货了，搬进去了。该集团由5姓嫌犯联合境外共犯，并以一起在台湾干大事为口号，拉拢陶姓及邓姓2名夫妻档嫌犯加入运毒，企图利用新手爸妈的温馨形象来降低执法机关的戒心。检警上门抓到3个嫌犯，嫌犯甲境外人士合作，利用尼泊车为德国进口毒品，不过将基本也是互相关单位看透。3个人妨依运输毒品等罪嫌移送并起诉。检警过来会继续追查，敢有其他共犯甲上游集团。记者综合报道。中国的好野人郭文贵流亡美国，讲家己是反共人士，骗人投资加密货币，借钱超过10亿个美金。美国法院即马是甲判30年，这非法所得283亿个台票，全部没收，摕来赔人。中国好野人郭文贵进前，互中国指控犯下真侪件重大经济犯罪。2014年走去美国，佮申请政治庇护，后来佮以中国正常关系亚康的人变作是伫美国的反共人士，捌互海外中国异议人士真欢迎，甚至伫中国境内援候支持者。马云这样好几个商人，在美国、欧洲付钱给杀手。要杀掉我。不过郭文贵刷去美国检方控诉，伫2018年至2023年，透过吸收网络支持者加入伊的投资加密货币计划，吸收资金超过10亿美金。这些资金拢互郭文贵摕来买高级厝、提跑车等。不过郭文贵否认指控，工作资金拢是用伫伊的政治活动。而到郭文贵去美国纽约曼哈顿法院判30年有期徒刑，没收非法所得8.89亿美金，差不多台票283亿。法官佫讲，郭文贵拢无后悔意思，佮煽动支持者骚扰、恐吓加公开反对伊的人。任何的社会运动的捐款，它一定是会捐到一个合法的登记立案的组织，然后它必须要财务透明。那如果任何捐到个人账户，而且财务不透明的，那有很高的被诈骗的风险。请你用这个数位货币在进行转账，没有办法给你这个任何的这个证明的时候，那他接下来他的资金流向到底收了多少，这个也不会知道了。林书立讲，类似诈骗的手法真多，甚至也有诈骗集团会假做反诈团体，先建立甲民众的共同感受，互人信任了后，再用一寡套头来骗资助，其中佫以要求使用数位货币交易上集款，因为较好创金流。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行政院这经贸办公室前副总谈判代表甘惠欣在世时传出讲受到工课场的霸凌，行政院调查认定总谈判代表杨振宁霸凌成立，停止伊政委职务。这杨振宁本人是批评讲未审先判，要30位的当事人写明甲收听。院长怎么看杨振宁说他被未审先判，不排除采法律途径？谢谢。行政院长邓英泰离到接见兼行政院经贸办总谈判代表的政委杨振宁了后，决定自7月1日开始暂停杨振宁的职务。这件代志就是因伫今年3月，因为判病来过身，在生进前参与美国对等关税谈判，担任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的甘惠欣，风声讲在生进前伫工会场去互霸凌，若讲霸凌的风声讲就是杨振宁。行政院委外调查了后，认定有2项行为构成工会场霸凌。杨惠欣是我们办公室最重要的人才，也是我们都很难过啊。而且在他生命期间，我们都有很好的互动。
杨定年捌讲，甲颜慧欣的互动真好。听这个消息传出来了后，伊伫29暗时发表5点的声明，包括调查过程欠正当程序。另外，主管无法度采纳当人的意见，袂当看做是霸凌，也有未审审判欠具体事证，无摆除刷落来会采取法律行动。嘛，感谢中关经贸办，也有相关的工作班一路以来陪伴甲协助。霸凌防治几乎已经是跨党派的社会共识，也会尊重他依法救济的权利。整个社会期待的是一个不回避、愿意检讨跟改善的政府，尊重他的权益嘛。职场霸凌，其实我们的要求越来越严格，特别是长官对于下属的霸凌，应该都要有一些的举证，才有办法去定罪，才有办法去处理。未来才有可能来接任经贸办总谈判代表呢？外界推测，捌伫咧外交部处长任内兼任经贸办副总谈判代表的李顺，也有实际参加 WTO 甲台美等等双边谈判有实战经验的前经济部处长陈正奇，拢是正适合的人选。行政院强调，即马各项经贸工作拢做甲真顺遂，无受到个案的影响。若台美经贸工作小组由原由副院长郑丽君的调集，继续推动台美经贸合作，也有谈判工作。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日早报重点，先看联合报。电商平台 PC Home 旗下的电子钱包叫海客入侵，用户350万人资料泄露，这也是国内头一个第三方支付平台叫海客软体入侵案例。再来是中国时报，疾管署宣布明年元旦开始轮状病毒预防药啊变做是公费，如果实施的头一年有12万个婴仔受惠。最后是自由时报。每一年的7月到9月是风台季，气象署表示讲，新英年的风台会较强，按算下半年风台会有3粒至5粒会接近咱台湾。伫咧目前，伫咱附近有2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一个是咧伫咧菲律宾附近，另外一个伫咧东太平洋，离台湾是也有4000公里远，拢对咱无直接的影响。黄山雨季收煞，7月份开始就是风台季节咯。气象署表示，顶半年已经有8粒风台。气象署嘛预测，过来7月份到12月份会影响台湾的风台，可能也有3粒到5粒，是正常的数量。不过，因为性形现象正在发展，所以风台形成了后，接近台湾进程经过温暖的海水的时间较长，所以有真悬的几率，风台的强度会较强。1到6月，我们已经有8个台风形成。那这8个台风呢，其实每个月都有台风形成。1到6月台风发展的一个状况，也比气候多出3点多个。我们都可以看到，接下来影响台湾的台风可能比较高的几率是3到5个左右，也是落在我们正常值的范围之内。气象署指出，目前咱附近有2个热带扰动正在发展，一个是伫菲律宾附近，另外一个是伫东太平洋，离台湾4000公里远，暂时拢对台湾无直接的影响，搁爱观察。也若未来1礼拜的天气，气象署讲拢也是稍暖的好天，部分地区也可能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拜三进前甲礼拜过到了后，可能会落18雨。在西半部大概会有35到36度左右的高温，当中深红色跟紫色的区域就是不排除可能会有36度以上的高温出现，所以在大台北地区以及中南部的内陆地区，甚至花东纵谷，温度上都是比较更高的状态。台湾的其他地方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是在礼拜2、礼拜3午后雷雨的区域会比较多。包括了中部以北地区，还有各地的山区，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午后雷雨出现。针对风台，气象署表示，自今年7月份开始，嘛会针对6公尺悬的大影来增加发布大影的警告，会透过手机的细胞广播，提醒民众较莫伫海边附近活动。记者郭佑基、小桂玲台北报道。继续来关心天气，今仔天气是一天比一天更较热。气象署是继续来发布高温警讯，7个县市是柑仔色灯号，可能会热到36度左右；也有4个县市是黄色灯号，也要注意。咱来看分图。未来这几天，西半部的高温拢会加33度至36度，这东部外岛是31度至33度。东南部恒春半岛小块落雨，中部以北甲其他山区过道也可能会落西北雨，尤其是山区这雨可能会落甲真大阵，嘛提醒观众朋友来特别注意。
继续来看花莲在马塔溪帮山湖的施工团队，走伫咧青山那内，就3个多月啊，即马总算是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正式来收兵抽体。林博士表示讲，等下这雨水期结束了后，团队会搁再上山，继续来做水头的稳固工程。大量的土沙放落来，工作环境是真危险。花莲马达岸溪帮山湖工程团队伫咧山顶驻守3个多月。总算伫咧2月完成阶段性的任务，正式离开山区。工作人员回头看这段日子，感觉真惊险，时间嘛真长。现场看到就像世界末日同款。刚冲到安全区的时候，好像不到5分钟还是10分钟，突然大水就冲过来。那时候心里想说：“哦，上天保佑！如果我还在河道，我可能就见不到我的家人。”林宝树花莲分署表示，为了预防极端性降雨，或者是地动地势土沙搁一摆崩塌，进一步把水路拆掉咧。马达岸溪帮山湖工程团队用2个月的时间，把较会放弃的所在卸好较平咧，还佫把水抢落来水路整治，互较用较稳定。6月底已经完成阶段性的任务，不过因为最近是望景雨季，大雨地势大粒的石头放落来，阻断工程人员的退路，可能会影响因生命的安全。在安全的考虑之下，申请空勤直升机，赶紧把工程团队载落山。等这个汛期都结束哈，到了年底可能会有一些比较干旱的时间，又可以上去的时候，我们会再进行上面崩塌地的这些相关消坡、冲石沟的加固跟那个冲石沟的导流哈。黄君清嘛进一步表示，工程的机具目前要留伫山顶。等开做大水的时期结束了后，团队会搁一届去山顶，继续进行确保安全相关的工程。目前阶段性的任务已经完成，在开做大水的时期，拢未搁有人上山，来保障工程人员生命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刚才看台中大理站这车路是熊熊凹一空，市府初步判断应该是附近这建商的工地地下室挡土壁做无捌，车路下卡这水管佮破去地基漏气，才会出代志。目前已经下令停工。起厝的工地边啊，这条路逼一个坑有够大坑。台中市大理区中兴路2段182巷，30透早出现大面积道路挖坑的情形，自来水公司管线破去，外包的厂商赶到位来修理。在地里长就讲，路前一天就出现细坑，不过自来水公司和建商拢无通报，佮直接灌浆添转去，一直到30透早逼到这大坑，才甲里长讲。因为巷仔的道路较挖主体，附近的居民真烦恼地基的问题。因为很临近我们这边的关系啊，房子就有可能会塌陷或是倾斜，这样对我们的结构就会有影响啊。对啊，那这样子我们可能在这边工作也会有危险啊。这几天讲你落雨吼，第一时间无来甲咱通知你办公处，无通关相关单位，我感觉安尼是真唔对的。这个坑面积有13.5平米。深有1.8公尺，大理区公所研判，这个道路有2架自来水管断去，加上建商工地伫咧挖地下室，挡土的墙无挖，这会造成大面积挖坑，不过无扩大的几率，暂时未探起附近的住户。建商的地下室在抽水开挖，然后地下室的挡土设施的缝隙渗漏，以及这个地方有2个自来水管，4寸6寸的管。断裂造成说整个大量的水从地下室那边渗漏出去，造成这个大面积的掏空。到底是自来水管线的漏水，还是机器抽水造成那个土方的流失？这个部分还必须要那个自来水公司跟营造厂再厘清。自来水公司指控建商挡土的设施有问题，加上雨落几若天，才会造成道路的地基流失，才会造成管线对调的算断去，煞尾会甲建商求赔偿。附近20外户停水，卖第30修理线，建商是无对外回应。不过，台中市府已勒令停工，请第三方公正单位来协助，来甲挖坑的原因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紧继续来关心为了100年的大地震，官方目前上新的死亡人数是1943人，超过1万人受伤，5万人是下落不明。不过灾区也搁再传出好消息，一个掉伫咧厝壳下骹已经6天的3岁囡仔被救出来。来自约旦的救援团队利用热成像技术，6月30日伫委内瑞拉首都卡拉卡斯的协会内底，成功救出一个受困6天、敢若3岁查甫囡仔。
这囡仔虽然出现脱水，不过生命现象稳定，已经转去附近的病院接受观察甲治疗。伫地震发生了后72点钟，互人讲是黄金救援期，也是生存率的关键。受困6天，拢总144点钟，抑阁会当存活，是展现生命的奇迹。根据委内瑞拉当地联合国机构统计，目前有来自世界27个国家，总共40个救援团队伫咧委内瑞拉的灾区进行救援的工作，包含2000个军队甲160只的搜救犬，日夜拢咧甲時間走相約。不過也是有家屬對救災效率真不滿。Capital, La Guaira, todos abocados a salvar personas, a lo que uno se dedica, pues, a salvar vidas. Su hijo, Lenin del Yudice. Y no lo consigo para que me ayude o me mande personal para que nos ayude a sacar escombros porque mi hijo está ahí. 委内瑞拉發生大地震到今，也有大約5萬的人下落不明。聯合國已經提供大約1萬的遺體袋做準備，這些家屬也是無放棄走病院，希望會當佇大院的名單頂懸看到親人的名字。Que nosotros queremos saber que por favor se comunique con su familia, que en verdad nosotros estamos sufriendo mucho por esto.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已經發起一項5000萬美金的援助計劃，希望會當替未來3個月委內瑞拉50萬的災民提供充足的糧食，以免發生饑荒甲重大疾病。根據美國航太總署 NASA 雷達影像估計，委內瑞拉這間大地震造成全國大約58870棟的建築物毀損。就算首都卡拉卡斯的地鐵伫咧災後第6天已經恢復通車，不過這條中間的路也閣真長，充滿挑戰。公新聞警員김Ben羅西亞甲烏克蘭的戰事，這烏克蘭是繼續來出動無人機攻擊羅西亞燃油設備，害到這羅西亞已經有部分地區開始咧限照油，這加油站嘛到大排隊。羅西亞總統普丁是頭一屆承認講，國內當咧欠油，不過唔是真嚴重。路邊排隊等要加油的車是排到路長，在排隊的上頭前是一個加油站。羅西亞燃油的設施受到烏克蘭幾啊架用無人機攻擊，造成羅西亞陷入欠油的危機。有的加油站也因為安尼全收起來，有的加油站排隊是排到路長。Плохо. Везде очереди, где-то вообще бензина нет, то есть можно 3 заправки проехать мимо, где нет вообще топлива. Потом ты в очереди стоишь, можешь час отстоять, 2, можешь 30 минут отстоять, как повезет, да? 因為欠油，羅西亞最近這幾個禮拜汽油計消息起價真驚人。有的私人的加油站，九號的汽油就起價1日2.42塊美金，差不多大票77塊，比美國平均的計數還佫較懸。部分羅西亞的民眾出門開始較少咧塞車，改搭大眾交通工具，或者是步行。唔若是加油愛等幾半步，部分的加油站還佫限制供應量。有的靠塞車的工課，塞車都愛食油，親像快遞、外送員、客運車等等，有的人全決定辭職，或者是全袂走長途的。Стараешься пропускать заказы, которые дальние, то есть это области, СНТ, просто не берешь, потому что знаешь, что обратно ехать и бензина просто не будет, и придется стоять в очереди. Мне нужно раз в день заправляться. То есть вы каждый день в такой очереди? Я курьером работаю, я перестал работать. Спасибо всем. 羅西亞總統普丁2嘛召開部長甲官員的會議，承認出現連貫的危機，呼籲都要盡全力確保全國燃油的供應。詳細嘛按算採取措施，在短期內暫時禁止汽油甲航空用油的外銷，嘛考慮要全面禁止外銷柴油，來度過目前欠油的危機。公視新聞陳思彤編譯。德國北部城市斯塔德一間青少年社福中心發生槍案，造成5個人死亡，還有一個重傷送醫醫院是救不回來。警方是抓到2個嫌犯，初步了解這槍案可能是甲監護權的糾紛有關係。這個開槍的代志，就佇咧德國漢堡西邊大概40公里，人口有5萬人的斯塔德市，在地時間2到中晝，一間青少年福利機構恐傳出真濟槍聲。警方接到通報趕到位，發現建築物內底有真濟人死傷，隨封鎖規條街啊，了後發現所有的死者攏是這間機構的員工。Ganz furchtbar. Das tut mir sehr leid für alle, die da beteiligt sind, aber das ist einfach da. Wir sehen auch immer die Mütter mit den Kindern, die hier längs laufen. Und man weiß einfach so, dass das auch Leute sind, die das auch nötig haben, da zu leben. Das war ganz furchtbar, ja. 這間社福機構是專門臨時收容有心人，還有帶囡仔的少年媽媽。附近還有一間顧囡仔的中心，加一間小學。警方表示，嫌犯是一個45歲德國的查甫人，有土耳其的背景，啊毋過無暴力的前科。
伊伫咧犯案了后，甲另外一个查某人赛车就逃窜，毋过两个人真紧互警察抓起来。Der mutmaßliche Schütze ist bereits kurze Zeit nach der Tat festgenommen worden. 2 weitere Personen befinden sich in polizeilichen Maßnahmen. Das heißt also, sind bei der Polizei, werden vernommen und gegebenenfalls einer Spurensicherung unterzogen. 目前警方已经初步排除这个案件甲政治经济有关系。颠倒是疑似开枪的这个查甫人是咧抢3个月大的查某囝的监护权。代志发生的同时，翁爷仔和伊的老母拢伫咧办公室内底无受伤。这个枪杀的案件造成真侪人死伤。附近的居民迄暗拢来甲亡者点蜡烛哀悼。德国管枪的法规是真严格，会当讲是欧洲上严格国家之一。像讲这款大规模的枪杀的代志，伫咧德国是真罕得看的，而且是最近这几档上界严重的枪杀案之一。德国总理梅尔茨嘛表示，伊有惊到，嘛伫咧社群平台发文，甲受害者家属慰问。公司新闻王祖明编译。国际上大代志，做回来看世界。巴基斯坦拉合尔一间私人辅导中心厝顶熊放起，造成上无14个囡仔死亡。初步了解，这间辅导中心违法无注册，可能是用到无合格这建材才会出意外。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川普限制出示公民权，裁定只要是伫咧美国出世，就算爸母是非法居留、暂时居留，依照宪法第14条修正案，出世就是美国人。菲律宾对2025年7月1日开始提供台湾旅客14天免签证，昨已经到期啊！这菲律宾的总统小马可是已经签署讲，确定免签证，佮延长一档到明年6月30。那讲到咱台湾目前有一条实验教育三法已经公布施行12年啊。不过，这实验学校的3大问题，包括讲经营无稳定、欠师资，这学生若转去一般体制也有升学问题。中华院长要办座谈会，收集各界意见。对台湾实验教育有分2大类型，一种是学校形态的，亲像森林小学或者学教育体系，也是强调双语的国际学校等等。另外，阁有非学校形态的，就是自学。咱国实验教育三法施行高达12年，114学年度参与的人数有27950人，10年前的5倍多，数据量大大增加。立法院30在收集司法意见的时，有民间团体认为实验教育真多元，需求拢无共款，应当爱分别立专法。有人注重农业，有人注重华德福，有人注重国际双语的，所以你若有专门的法令去规范，因个人行个人的路。另外，政府嘛要有一个资源，或者学生有另外无共款的升学制度，因才会当安心继续伫这个教育里继续读。安内台基实验学校的部分，目前全台湾敢若高雄有1间8领国小，客家实验小学有3间，原住民实验小学有36间。根据实验教育三法，有限制公立学校办理实验教育的总数，袂当超过全国公教育阶段总校数的10%。若要新设台基实验学校，嘛会造成阻碍。有立委表示，这部分在司法讨论阶段会阁斟酌。因为台北市呢，目前只有台语班，在公馆国小，那其他还并没有一个像高雄那样子的一个台语学校的建制，那这的确是非常多团体的期待，所以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讨论当中了。实验教育修法座谈会目前讨论升学短暂、办学研究性无稳定，也有招师资的困境等等，检讨目前制度配套有需要改善的部分，希望收集各界意见，将做未来修法的参考，来保障囡仔的教育选择。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台湾漫游录作者杨尚子翻译金陵摕到国际布克奖，总统赖清德亲身颁奖，感谢因成功让台湾文学登上国际舞台。台湾的文学推向国际舞台，总统赖清德亲身来颁奖，肯定作家杨尚子甲翻译者金陵，联手让台湾的故事行向世界，嘛为台湾文学翻译创下重要的路站碑。杨尚子形容国际布克奖在亲像向世界拍开门窗。无论是文学作者、译者、学者、出版者，以及整个产业里面的每一个成员，我们都只能通过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如此一来，我们将为世界展现台湾人的台湾。这场交流会嘛，将饭桌搬入现场，实际烹出册里写着的麻芛汤、肉燥饭、甲鸡仔手等等的料理，透过描写食食，带读者来感受无同时代生活面貌，也对册子来理解台湾的文化甲历史。有句谚语 ：“Takes a village to raise a child。”
意思是养育一个孩子需要整个村子的力量，而出一本书，尤其是一本翻译书，当然也 takes a village。台湾万有路接受得到日本翻译大赏、美国国家图书奖甲英国国际报曲奖等等的肯定。总统热称着以卡球的球星梅西伫世界杯完成无戏化做比喻，讲这项成就真难得，伊家己嘛对册里得到真侪启发。所以他说，台湾100年文学的探索跟书写，基本上就是台湾人追求自由的100年的追求这句话我看得非常感动。热称着感谢杨松祖甲金玲透过文学，让大家更加了解台湾，也希望大家继续伫家己的土地写家己的故事，唱家己的歌，让台湾的声音传向更加远的所在。记者综合报道。电款消息来看，新北捷运三英线站正式通车，对三峡英歌往回双北市中心会当省20分钟。到8月31日前，试运转期间用电子票证会当坐免钱。沿路的观光景点，花仔老街甲三角影老街店家拢真期待，讲希望会当搁再带动商机。请启动，便捷3英新北畅行。新北市民期待真久的捷运三英线总算通车，30下晡开始试营运，开放2个月免费试坐，不少民众拢赶来体验，每一班拢差不多客满，车厢内人客。我是从澎湖来的，就是有一个机缘来这边玩了，就顺便来这里看看。第一次通车嘛，所以过来看看，沿路盖章，沿路看。新北市政府表示，三英线是新北捷运局主办的第一条中运量捷运系统，全长14.29公里，拢总设12站，包括土城、三峡、永高三大行政区，各会当伫顶部站换坐板南线。处理三面地区往回双北市中心会当省差不多20分的通勤时间。另外，永桃福德站要加桃园捷运绿线连接，以后通往桃机场各加一条新路线。新北市可以北接基隆。中接台北，南接桃园，串起北基桃的荣耀，就要靠我们捷运系统的帮忙。因为三英线沿路经过永高老街、三峡老街加新北美术馆这的观光地标，希望会当让游客方便一日游。捷运通车头一天，就有不少观光人阵，当地店面原来真有感觉。我这一次是从莺歌到最后一个福德站，我下一次还从莺歌搭到三峡，开车过来也是蛮远的，对，也是蛮远，也是要看，对，搭捷运还是比较方便。人潮非常比之前都多蛮多的，今天的人潮就跟以前的面孔都不太一样。新北市府捷运三英线会免费试营运到8月31日，大家早起10点到下晡8点为止。透过实际载客做压力测试，佮回收民众试坐感受，针对各项意见做改善。记者采访报道。对7月1日今仔开始，这牛岭、青岭漂市有新制度啊。汉庭有摕到青岭漂奖，台湾生产的牛岭，才会当写做是青岭，其他的拢爱改做是牛岭。这手续地也爱照规定，有用到台湾青岭的，才会当讲做是这青岭茶，违法上当爱罚400万。家顶摆满各种年品，消费者若无斟酌看，定定唔知影安怎经真正的青岭。因过因为部分进口年品保存期限较长，会造成消费者认知无清楚。对这代志，政府强化市场的区隔，用新制分做青岭甲牛岭。7月号鲜乳标示新制上路，只有取得鲜乳标章或者验证标章的国产乳品才能叫做鲜乳。业者如果标示不符，最重可罚400万元。如果未取得鲜乳标章、验证标章的食用乳而标示为鲜乳，将依违反食安法第28条规定，标示不实，处以4万元以上400万元以下罚款。年品外阿爸有打一只牛的大纸，代表有青岭认证，也有得到台湾优良农产品 CAS、产销履历农产品 TAP， 这3项拢会当叫青岭，其他拢应该标示牛岭、羊岭等。实际去卖场，国产的青岭拢有青岭标章，不过也是有纽西兰年品标示青岭，只有属互因包装修正完成期，以产品制造日为准，产品会当继续卖到有效期。标章比较不会认错，因为贴了贴纸，你就会知道它跟其他是不一样的。这个保障这个嘛，
对不对？这样好是吧？面对纽西兰年品连关税挑战，中华民国农业协会表示，现在不是禁止进口年品，是透过标示透明，建立公平竞争环境，保障消费者知的权利。台湾农业产业永续发展协会讲，政府应该提供有够的配套措施甲完成期。那这个标示完之后，是不是针对？生乳收购会有一个优先机制，或是会因为消费者会比较清晰的做选择，让这些乳品公司对于农民的售后保障会更明确。去买一罐咖啡加拿铁的，我想象是应该是加的鲜奶啊，但是呢，我付出的是鲜奶的钱，结果他们加的是什么冰砖还原奶啊？加的是长效奶啊，那是不对的。另外，手续伊唔同款有受新制规范，若唔是使用国产的青莲原料，产品的名称都袂当叫青莲茶，爱改做牛奶茶，还是牛奶红茶，标示无实在，会罚款4万至400万的罚款。记者采访报道。学生歇热做山工，经济劳动部去年7月暑假专案劳检，有要加25%，拢违法。有民间团体是指出讲，学生常常拢会拄到这劳健保延后投保，甲工资工时违规的问题，嘛建议政府爱加强劳检，提高处罚，嘛爱推动劳动教育。可能1到2周的时间才加保，那我是后来才发现说，那如果我就是一开始上班的那1到2周，如果有一些状况的话，那是就没有保障。唔少只分享伊做沙工，不过雇主劳健保投保煞延后要2礼拜，伊就惊拿到伤权益无保障。有劳工团体认为这代志唔是特殊个案，真侪学生甲少年家头一摆加入工课场，可能都会有劳动权益受侵害风险。尤其要休热，有真侪做沙工甲找头路机会，所以劳团出面呼吁政府加强劳动检查，保障劳权。我们可以看到，最低工资从去年劳动部3月公布去年1整年的劳动检查结果，就有153件的违法，平均裁罚才2万元。又或是我们看到去年劳动部7月公布的暑假劳检的专案，违法率是24.89%。就是每4间就有1间是违法的。民团指出，目前违反商家工资法的裁罚金额受价，真侪雇主业者根本都无在惊。民团呼吁政府唔爱加强劳动检查，提高法则，政府嘛要推动劳动教育促进法，把劳动权益相关知识列入学校的课程。劳动教育不是一场宣传而已，也不是要把法条塞进课本，而是能够让青少年真正在进入职场之前有最基本的知道。让青少年知道工作可以学习责任，但不必须代表要忍受剥削。劳动部回应讲，因大年10月拢会启动工读生甲部分公司劳动条件专案检查，针对学生常常去的餐饮、零售等等行业加强检查，调查雇主敢有照劳基法的规定来保障劳工的权益。记者郭金王志讲台北报道。若是讲到屏东小琉球边啊热天到，游客就真多，这环境甲卫生的问题都要注意啊。这顶年就发生过粪扫清运高改流标的情形，也若今年又搁再发生这资源回收的废弃物15摆拢是流标的。目前在地要15栋也要处理，这县府是表示讲，也是要等公所招标才会当叮当。做甲敢若东港啊，顶各种资源回收的物件一站一站踏伫遐，这物件都是民众交互清洁队收走的资源回收物，已经肯伫当地分化呛边仔空地要半年啊，因为琉球乡资源回收物厂商的招标已经流标15摆。现在都没有再分类，这很清楚，就规个种夹夹做起来，就类似等于是垃圾的意思啊，所以安尼较人较无法度去清理啦。公所去办招标，佮一摆因为无厂商投标流标啊，回收的物件对年菜甲单已经踏半年啊，或者这民众拢烦恼过会影响到环境的卫生。虽然是回收，不过到尾变粪扫啊，粪扫了后来影响到规个岛上的环境啊，影响到规个岛上环境甲卫生，就影响到阮遮观光啊。民众是记录这资收物塌甲敢若山的状况，对悬的所在看过去，白色太空包内面拢是资源回收物，资收物的量是济甲要甲焚化厂围起来。民众推估，厂商无愿意投标，技术和回收分类无确实有关系。那流标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金额太少吗？然后标的人他觉得他的成本不符合，那这个部分是不是要有再重新去检讨？
你的电话已转接到语音信箱。小琉球过去嘛发生过本所的清运真侪摆流标的情形，这摆搁拄着资源回收转运流标，民代认为讲相关单位应该共同会勘，商讨解决的办法。官府是回应讲，小琉球加起来要单转运的自收物差不多有1500吨，照废弃物清理法，一般废弃物的回收程度都是乡镇市公所来负责。琉球乡资源回收物运输按刷落来招标，嘛是应该由公所来办理。记者综合报道。搁再来看高雄旗山马头山的生态丰富，不过这农动狗的问题也真严重，甚至佫攻击人甲野生动物。最近就2只拉力仔共一工去狗咬死，这动保处表示讲，除了会甲这个农动狗甲阉掉绑起来，带去绑围绑，也会搁再检讨其他做法。现在呢，要野放花生。对攀野内底甲装信过去的拉力囝偷盗掠出来野公，无一下就家己走去找康味。伫咧高雄旗山马头山出事，已经6个月大拉力囝偷盗，甲另外一只阿乔，则拄家己出去生活无偌久，伫咧同一工，互冰科大研究员发现已经互农动狗咬死。冰科大表示，因自2021年开始甲马头山自然人文协会合作，对20只拉力做野公追踪，甲打剩7只野活的，已经往生的13只，有6只是去互农动狗咬死的。扣掉这7只，这13只里面死亡的原因有各式各样啊，被狗咬死主要的原因。那其他原因包括车祸，就被车子撞死，或者是卡在网子上面。他们是无差别性的，就是只要有东西他们就会乱丢乱喂。对，但是还有一个我觉得很值得诟病的，就是所谓的干净喂养。对，那你喂养还是造成狗的群聚嘛？对，那它会无限的繁殖。那拉力生命受威胁，去年马头山就捌发生规群的农动狗咬死梅花鹿，甚至还会捉细汉囡仔。当地农动狗数量降袂落来，上主要的原因就是有人定拄摕物件来饲，也是无爱饲就掠来吃饱。为着要减少农动狗甲野生动物的冲突，动保处也透过专案，除了加强绝育的宣导、稽查黑白饲狗的行为以外，因也伫咧马头山当农动狗进行绝育掠去绑归绑，113年甲打已经有233只。透过专案方式，优先移除未绝育之母犬以及民众指认具攻击性犬只，同时也导入智能围篱，结合远端控制设备，以提升捕捉成效。并科代表示，死去的拉力囝偷盗是阿辉第3体，伊的第1体花鸟嘛是互狗仔咬死的，包括阿辉尾溜嘛是互狗仔咬断去的。动保处强调，会搁找地方的保育团体来讨论，希望会当找出较有效的防治方式。记者柯家族赵阳、高永昌报道。世界级的外来种海洲钱，伫咧2021年的时阵，头一摆伫咧南投互人发现，到2023年调查时，上济是有到35000只。经过电话拍拼掠，这林保署表示讲，即马调查敢若剩50只左右，这掠的效果是袂歹。这卖一只。这是5年前海象钱上多的时阵，一草屯掠海象钱的画面。当时这种外来种是最甲掠袂完。2023年调查上多的时阵有35000只。林保署南投分署委托大学民间的协会，搁社区共同拍拼掠，至最近的调查才发现到54只。这只是全世界上大只的象钱，因为伊活真久有生真济，即马对咱台湾的生态造成威胁。以上恐怖的所在，就是全身躯拢有毒，接触到眼睛，然后是会疼痛。那如果是小猫小狗有误食的现象，也可能会致死。居民的热心通报，协助大家一起来根除海蟾蜍，创造世界的一个控制外来种的一个案例。林业保育署南投分署指出，海象钱原地生长自中南美洲，当年可能有人走私当作宠物来饲。东华大学的教授嘛讲，海象钱一冬会生8000到35000粒卵，探种的速度真紧，一只差不多1.5公斤重，嘛会食其他的细卡，对本土种造成威胁。虽然医毒有效果，不过掠海象钱的志工又搁唔敢大意。今年的1到6月只发现54只的成体，而且没有幼体，这表示野外的族群量已经非常的少。它还是有那个卵，那它还是会成长，还是需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这个生态环境。志工表示，这是海象钱的声音，望大家有听到这个声音，会当斗相报，也是斗相掠海象钱，做伙维护台湾的生态环境。记者杨秀南台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第37届团结金曲奖公布入围的名单，甲特别奖得奖者，
音乐类特别奖是93岁这满洲民谣保存者张日贵，戏剧表演类特别奖是兰兰戏的保存者王庆峰。一句一句唱出原住民谣，这是93岁原住民谣保存者张日贵嘛，是传统艺术界一年一摆大代志。传艺金曲奖第37届音乐类特别奖的得奖者，这个奖肯定伊几十年来传承原住民谣的贡献。那戏剧表演类特别奖的得奖者是保留客家文化兰潭戏的王庆峰。小刚要你有啊是啊钱哦。王庆峰用这版的新大表演，17岁就入戏班，到达伊的戏剧人生已经累积80档，是传统表演艺术兰潭戏的重要保存者。除了公布特别奖，第37届传艺金曲奖嘛公布音乐类甲戏剧表演类的入围名单。主办单位讲，今年总报名数平顶一届计148件，拢总有780件，代表台湾有真丰富的创作力。那今年报名非常踊跃，是突破了历年来很高的数字，780件的一个报名的总数，其中比去年相较多了148件，代表了我们的传统艺术丰沛的创作能量的一个总成。我想我们传统艺术界的朋友们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在让我们的传统艺术能够传承，也能够有新意，能够有未来。文化部表示，传统金曲奖到达已经第37年，台湾的传统戏剧甲音乐是本土文化主体性袂当取代根本。那第37届传艺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打算伫8月22举办，表扬过去一年伫传统音乐甲戏剧有出色表演的创作者，嘛毋望愈来愈侪人熟悉台湾的传统艺术。记者郭正阳、王志光台北报道。世界杯主办国之一的加拿大，当地也开始咧烧卡球啊。温哥华的这体育场附近咧卖纪念品的业绩是拢强强滚，不过也有部分的店家卖物件是无授权卖仿的，叫世界杯官方主办要求要全部落架。加拿大虽然香港做是冰球王国，啊，不过嘛是这届世界杯主办国之一。加上加拿大队进前是以6-0大胜卡达，摕到对手头一场世界杯的胜利，和当地是愈来愈少卡球。各主办的城市拢感受会到世界杯热烈滚滚的气氛。温哥华总共举办7场的比赛，英属哥伦比亚体育馆附近的艺品店，当准备款会要来卖世界杯官方授权的纪念品。业者想到这几礼拜比赛，逐工拢有来自世界各地球迷前日来因这间细细间的店面，消费要买各种世界杯卡球的纪念品。啊，那业者讲，因真正是抢甲笑气啊！尤其是伊家己制作的 Vancouver BC 2026冰箱的 Kitty， 伫因店面是上界抢市。No, my son said, Dad, that's a loser. You're not going to make any money on this. And then when he realized what the prices of licensed merchandise was, he came around really quickly because the value was definitely there. And how have they been selling for you? Unbelievable. I can't keep enough of them. Actually, he took 5,000 of them to our portable store yesterday. 不过个国际卡球总会 FIFA 商标的规矩是这么严格，嘛，互一寡店头是感觉真甜头。一个宠物用品店的业者买30只卡球主题布红啊，伫网络顶悬写 FIFA 函来做宣传，尾也向要求爱家己改掉。伊讲，伊原本就无要意这批商品，因为就算讲全部卖了，嘛敢若通赚100块美金。将其买，伊将这剩的布红啊，拢送互狗啊，救援组织。There's no impact to me now. It's just business as usual. I'm not going to see any more business. 对一寡店家来讲，世界杯就互因就爱先关门休困，因为世界杯的举办就爱做交通管制。体育馆附近这交通管制落去，互一寡顾客就真恶行到遐。亲像水族馆就无啥人要去交管，业者嘛认为世界杯卡球的球迷无啥有可能会去遐消费，就爱先关门，先受损失。It makes us nervous, losing 7 days, of course, of income. And we're hoping that people support us in between those days, but it's going to be a huge hit, and it's going to definitely affect our months going forward on how we operate. 世界杯为温哥华带来大批观光人潮，也有商机。啊，不过对着一寡店头来讲，交通管制嘛，互因生意拢免做啊，颠倒是一种拖磨。伫个世界杯，有人是欢喜通趁钱，啊，有人就爱怨叹吐大气。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下晡报天气来看详细资料。
北部地区26度至36度。中部地区25度至35度。南部地区25度至36度。东部地区25度至33度，外岛地区27度到32度。感谢你收看今日早起新闻，我是主播陈志干，咱明仔载同一时间再会。